九龍城寨古天樂扮演嘅古惑仔大佬入木三分，咁係因為佢後生真係做過古惑仔，仲坐過監啊！古天樂祖籍係廣東中山，喺香港出世長大。中學畢業之後呢，就進入社會，點知識咗啲不良少年，做咗古惑仔。呢啲古惑仔有一次去打劫一個女士，古天樂呢負責睇水，點知俾差人當場捉住。之後古天樂捱義氣啊，冇出賣其他嘅同伙，一個人攬晒啲罪名，坐咗監。2年之後出嚟啦，佢決定洗心革面，重新做人。於是佢考入咗 TVB 藝員訓練班，開始拍咗《神鵰俠侶》啦，後來拍咗《尋秦記》啦。之後佢轉戰大熒幕，拍咗好多電影，最高紀錄啊，一年拍咗10幾部電影，仲代言咗各種各樣嘅產品。嗱，有佢嘅影迷就話，點解一啲唔係咁好睇嘅電影同埋一啲唔係咁高端嘅產品，佢都要去拍，都要去代言，佢係咪發錢寒呢？嗱，古天樂一直都冇解釋，佢淨係話我好需要錢，因為好多人等住我。喺幾年前一個綜藝節目中啊，有人披露啊，古天樂呢10幾年嚟喺全中國捐獻咗130幾所古天樂希望小學，佢嘅希望小學遍佈雲南、四川、甘肅、廣西，甚至連泰國都有。我哋睇過啊，一棟希望小學教學樓，古天樂出資30幾萬，咁你諗下，130幾所，接近5000萬。佢從一個放蕩不羈嘅古惑仔，變成咗合資大者、為國為民嘅古大俠。你話佢嘅經歷係咪同佢扮演嘅楊過係一模一樣嘅呢？嗱，最後問下你中唔中意古天樂？最中意佢邊部戲呢？